工业技术研究院持续推动创新科技的研发应用，并且落实伫产业的需求，昭和一口气点出超过20项的成果，积极协助产业转型升级。其中就核算全国8大科技奖的技术，包括直接对空气当中分离高浓度的水汽以后，塑成纯水来当直接清啉。目前技术已经转移予工业使用。首创的这个薄膜分离水汽的一个技术，我们使用的这个创新的薄膜材料氧化石墨烯，可以一步骤的从空气中把这个非常洁净的这个水汽那分离出来之后，那稍微过一个压缩的一个动作，就可以得到一个洁净的一个纯水了。另外，透过热影像监测技术，麦当有用伫老人照护中心的安心监测，减轻人力负担。我们这个技术有 AI 人脸辨识，那它可以一次量测多个人，就不会受到一些热咖啡或是一些高温环境的影响。那我们也有那个恒温感测片的技术，那它可以透过这个恒温感测片的温度变化，那可以运用在那个偏户外的空间，就是可以让它在偏户外的精度达到正负0.5度。无论是伫美国消费性电子展，还是全球8大科技，拢双双得奖。工业技术研究院结合在地产官学定资源，这5年来已经甲中南部将近4500间厂商合作。今年以智慧制造甲智慧能源这2大应用展面举办创新论坛。开幕式当中，副市长赵清惠嘛亲临见证上延任的点会启动。遇见大南方，众拓科技双引擎，智慧双轴领航，南进产业发光，让我们一起迈向更好的未来。过去30年，咱的工研院，来扶养，等于是扶植了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。我们现在讲的护国神山，但是咱的传产如果能够科技化，如果能够让它更进步，这个传产的升级版、科技化的升级版，我们其实就可以打造台湾的护国群山。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让台湾除了一个护国神山的科技业之外，其实所有的传产都可以在智慧导入之下，变成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产业，甚至可以贡献我们所有全国的这个各个产业上面的一些提升啊。智慧制造变成是工研院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协助我们各个这个制造业产业链。那智慧制造走到今天，我们又特别发现说，全球暖化这个议题，在寻求未来减碳中和的这个目标，对我们的制造业冲击非常的大。所以未来我们工研院在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，我们也会持续来协助我们的南部产业。工业技术研究院以担任南部产业升级作为重要的使命，嘛期待未来有更较侪厂商加入，共同提升创新研发的活力，带动产业经济。台南新闻，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。